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，咱要跟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咱今仔日来讲熬，熬有真厉害、真强的意思。亲像人代志做了袂歹，真成功，咱就会去甲伊学老讲，有够熬。我国校迄阵，咧甲朋友耍的时，有哪定定会讲到即句，真熬真熬出国比赛，毋知大家敢捌听过？想起来有影介心塞。若是有人袂扑假扑，咱嘛会当叫伊莫假熬。佫一种状况是咧讲，人对某物代志真内行，真有研究，咱嘛会当用熬来讲，亲像熬唱歌、熬读册、熬趁钱安尼。毋过有时嘛会用伫较负面的所在，像讲熬使人、熬冤话、熬食钱。上尾一款情形，就是比较得个较会发生的代志，直接用例来解说就较好理解。囡仔人就爱食互饱、困互好，才会熬大。寒流若来，爱穿互烧，无就会真熬感着。我真无头神，物件介熬碰见。安尼，咱今仔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缘搁来哦。